消基会调查市面上20件巧克力豆产品，结果发现讲有1件盐的含量，若准规包甲食了，就超过美国针对囡仔也佫有适合生囝女成年龄的一个建议标准，也有1件激素的含量超过欧盟标准。不过，针对着这巧克力豆这2种金属的含量，台湾拢无规范，消基会也呼吁政府应该爱定出规则才是。 满肚顶的巧克力豆，真侪人爱食，但是消基会检验市面上20种巧克力豆，却发现有1件若规包食了，食到的盐就会超过美国针对儿童甲育龄妇女的标准，每公12.5微克。也有1件的镉含量是超过欧盟的标准，每公斤0.8毫克。如果是短期内，然后来摄取大量的铅的话呢，容易呢造成一个腹痛了、呕吐了、贫血，而且呢，我们呢特别担心的是对儿童的认知跟智力的一个发展的迟缓的状况哦，那甚至呢会影响到他一个中枢神经的一个系统。光镉的部分呢，它本身就是一个致癌的物质。消基会解说，盐甲镉本地就存在伫土壤内底，亲像台湾这种海岛型国家，土地重金属含量相对会较悬。若种可可树进前无分析过土壤，就有可能会受到影响。但是现主时台湾对巧克力豆盐甲镉的含量并无相关的规定。消费者在选择这些东西的时候，因为这都是已经最终产品了，它里面标的那个都是营养、重金属这一块，就算它检验了，它也不会标在里面。OK， 这个实际上来讲要靠政府，我们有这个法规以后，我们才能够去管制这个产品。我们可能也许针对国内市面上的一些相关的产品，收集一些更多的资讯，看看背景值大概落在哪一些数值范围，然后再考量整体的国人摄取量的暴露风险跟管理需求。 来去演绎。消基会呼吁业者产品按符合国际标准。另外，一摆调查，消基会也发现有1件产品无标示制造甲营养的资讯等等，无符合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消基会表示会送予主管机关处理。记者郭文良随台北报道。